喺第一期三水行嘅節目中，我哋為觀眾介紹咗位於三水南山鎮嘅關山土礦山湖，到有住大灣區版日照金山之稱嘅網紅打卡位打卡，喺湖水清澈湛藍、仿如藍眼淚嘅礦山湖上暢玩槳板，係難得嘅愉悅浪漫嘅戶外體驗。最後喺舊礦山上拔地而起嘅咖啡館，一邊嘆下午茶，一邊打卡，仿如置身美國西部公路片嘅美景。睇到影片嘅點擊量同埋評論，睇嚟觀眾對三水呢個地方相當感興趣。今期我將帶大家繼續遊覽三水嘅其他鎮街，發掘三水更加多有趣又美麗嘅另一面。三水因西江、北江、綏江三江喺境內匯流而得名。喺珠江三角洲平原嘅北江斷裂線上，有一條河涌，因為連接北江主航道而成為中原客商南來廣東嘅黃金水道。後嚟人民開始喺河涌兩邊嘅沙洲生活、勞作、經商，慢慢形成墟市，並以沙洲中生得最茂盛嘅兩種植物蘆荻同埋包草中各取一字作為此地嘅地名。我哋今日到訪嘅三水蘆苞鎮，相傳就因此而得名。不過其實喺古籍上，蘆苞鎮最早嘅名應該係綏江鎮。綏江指嘅係北江至清遠流經蘆苞地區嘅嗰一段水域。唐朝大曆年間，節度使自貢剿滅當時盤踞廣州嘅唐朝叛將哥舒晃，曾經屯兵綏江，留下綏江古屯嘅古地名。直到清朝道光年間，蘆苞地區仍然設有名為綏江東、綏江西嘅坊街地名。相比唐朝時小規模嘅墟市，得益於北江同埋蘆苞涌嘅交通優勢，到咗宋朝時期，蘆苞地區已經成為三水周邊一帶嘅商業貿易集散地。現代蘆苞嘅鎮街格局展露雛形。雖然水利嘅便利造就咗蘆苞鎮嘅商業繁榮，但係隨之來嘅水患問題，亦都成為咗蘆苞居民揮之不去嘅夢魘。因而一座用以祭祀水神嘅廟宇應運而生。呢座廟宇亦就係我哋今日三水行嘅重要探秘目標——綏江祖廟。始建於南宋嘉定年間嘅綏江祖廟，守護蘆苞已經超過8個世紀。佢唔單止係三水現存最古老嘅廟宇，更加嶺南地區極為罕見嘅儒、釋、道三教合一嘅廟宇，同德慶粵城龍母廟、佛山祖廟並列為廣東省內最有影響嘅3大古廟。根據三水縣志嘅記載，綏江祖廟最早只有華山寺及普當行宮、普陀行宮。而華山寺嘅建址時間早於兩處行宮，因此三水當地一直流傳先有華山後有祖廟嘅講法。祖廟曾經元、明、清各朝嘅多次修葺，特別係清朝嘉慶同埋光緒年間嘅2次大修，使祖廟正式形成我哋今日參觀所睇到嘅由北座普陀行宮、中座武當行宮以及嘉慶年間加築嘅文昌宮組成並列嘅建築主格局。綏江祖廟面臨北江，後倚華山，三面環水，佔地面積約150畝，建築群面積超過2000平方米。喺民間傳說中，北帝係北方嘅水神，唔單止主責防洪禦旱。正如我前面所講，祖廟建廟嘅初衷就係為咗寄託蘆苞居民鎮壓洪水、保佑平安嘅願望，因而供奉北帝嘅武當行宮，亦係綏江祖廟建築群中最為重要嘅建築。從前善信到綏江祖廟拜祭，要先登上武當碼頭，再經過御門牌坊到達行宮。所謂御門牌坊，即係大禹治水之門，而正北帝係治水之身。蘆苞綏江祖廟最為人所津津樂道嘅係佢匯聚咗嶺南建築中最精華嘅元素：3雕2塑1彩，即係木雕、石雕、磚雕、陶塑、灰塑同埋彩繪。其建築工藝極具藝術張力，瑰麗精巧嘅程度令人嘆為觀止。祖廟中各行宮為二進院落4入院式佈局，山門同埋大殿均為硬山頂3花烽火山牆。三廟6條屋脊上分別飾有陶塑花隻，以古典戲曲同埋歷史傳說內容為題材，塑造咗眾多人物、山水、花卉、鳥獸同埋珠寶等，有色鮮明，形象生動，千姿百態，五光十色嘅花隻使得呢3座行宮顯得雍容華麗，氣勢磅礴。另外，行宮內檐柱同埋山門牆之間嘅鎏金橫梁木雕、山門簷廊牆上嘅壁畫作品，以及天井院落兩旁嘅陶塑、灰雕，同樣擁有極高嘅藝術價值，
比起我哋之前參觀嘅同樣係清朝建築，被譽為係嶺南建築藝術明珠嘅廣州陳家祠，我覺得水幹祖廟俾我帶嚟嘅藝術震撼絕對有過之而無不及。誠意推薦各位對民族文化同埋建築藝術感興趣嘅朋友，有機會一定要嚟參觀一下。如果覺得本期三水旅行攻略可以幫到大家嘅話，就記得幫我點讚、分享同埋訂閱啦。告別水幹祖廟，我哋嚟到三水之行嘅下一個目的地北江大堤。北江及其支流帶嚟嘅泥沙，就係三水帶嚟廣闊嘅沖積平原，使得農耕、聚落、城市發展有咗寶貴嘅空間載體。如果話水幹祖廟係從精神上守衛北江，咁北江大堤就係三水居民最大嘅物理保護屏障。北江大堤嘅前身係13條獨立分散嘅低矮單薄小堤，從宋代開始，歷經數百年嘅修葺而逐步形成。新中國成立之後，政府先後進行咗4次重修，使得北江大堤成為如今延綿64公里，被譽為南粵第一堤嘅防洪屏障。隨住近年社交平台網民嘅打卡分享，北江大堤除咗防洪屏障呢個功能之外，又多咗一個網紅打卡地嘅身份，甚至連早2年大熱嘅電影《熱辣滾燙》都專門到北江大堤取景。我哋今日到訪嘅係北江大堤嘅大塘段，登上大堤，從低視角仰拍草坪同埋天空，仿佛行入咗宮崎駿嘅動畫世界當中。難怪呢度又被網民稱為廣東版嘅亞勒泰草原。除咗壯闊嘅北江美景之外，北江大堤嘅大塘段仲係有名嘅河鮮集散地。喺油柑大橋一側有住大量嘅漁民聚居，至今仲保持住原始嘅漁港風貌。木船停泊、漁網亮勢嘅場景充滿咗疍家氣息。企喺岸邊，木船、漁網同江影交織，人間煙火氣撲面而嚟。大家除咗可以喺岸邊同漁民即時交收當日嘅漁獲同埋其他農副產品之外，仲可以步行位於油柑大橋橋底嘅北江河鮮集散地。呢度係一個更加配套齊整同埋環境乾淨嘅專業河鮮市場。市民遊客可以購買到河蝦、河蟹、黃沙蜆、各種北江河魚等嘅時令河鮮。買完河鮮之後，大家就可以到大堤旁邊嘅河鮮大排檔就地進行加工，非常方便。不過今日因為趕拍攝進度嘅關係，我哋又直接喺大排檔點單。同北江相通嘅山峽河灣眾多，係河蝦嘅最佳生長環境，所以北江河蝦肉質都特別鮮嫩。北江河蝦最佳嘅烹調方式就係白灼。白灼後嘅河蝦剝開紅彤彤嘅蝦殼，肉質爽口彈牙，用最普通嘅豉油就可以帶出北江河蝦原汁原味嘅清甜。桂花魚有住中國4大名魚嘅稱號，係一種全球僅喺東南亞地區獨有，並且喺我國境內物種分布最多嘅魚類。其中三水就係桂花魚嘅主要產區之一。根據統計，全國每10條桂花魚就有1條係嚟自三水。其中三水北江嘅野生桂花魚堪稱桂花魚中嘅極品。野生桂花魚魚肉爽滑，係非常標準、層次分明嘅蒜子肉，魚味鮮美，肥而不膩。三水嘅本地河蟹蟹膏異常甘香，但係因為 size 嬌小嘅原因，如果用傳統清蒸嘅方法食起身會非常麻煩，所以師傅特別用咗避風塘鹹蛋黃炒法，走油之後再炒，酥脆度可以連蟹殼都一齊食落肚，方便大家可以品嘗到蟹肉嘅鮮甜。鹹蛋黃加蟹膏嘅雙重美味螺旋，將呢道菜嘅味道進一步升華，為你一餐河鮮午餐畫上完美嘅 ending。最後歡迎大家留言同我哋分享一下三水做咩值得玩或者試下景點同美食。我哋下期節目再見。